台电是公布去年全国主体甲各中国小省电的成果。去年是拢总省超过18亿度的电，差不多是45万户规年的用电量。今日风力发电嘛是第一届来到203万千瓦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另外，针对电池敢要起，台电旧原是讲迄句，等审议会了后才决定。去年全国省电18亿度，台电今仔日阁公布去年省电的成果，包括主体甲各中小学省电拢总超过18亿度，等于是甲45万户家户规年的用电量省起来。电能的销售量去年就达到快2万多辆哦，哇哈，它的用电量是增加的。所以在增加用电量情况下还能够节电，其实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目标。18亿度大概可以减少90万吨的碳排放。除了希望今年省电量搁再创下新高，风力发电嘛有真好的成果。最近受到东北季风增强，日风力瞬时发电量头一届超过200万千瓦，上悬的纪录有到203.7万千瓦，突破历史新高，接近4台现代兄土炭机组满载发电量。不过，台电累计亏损有到3820亿，引发外界烦恼电钱可能会过起。台电嘛做出回应。台电必须要检讨我们的财务的状况嘛。那最终电价的审定就是透过电价审议委员会。近2年来，我们的燃料都是超过6000多亿了。那跟还没有涨之前的不到3000亿，其实2年都增加3000多亿。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造成我们财务困难的主要的原因。你不应该找民生开刀，也不能找中小企业，尤其那些小吃店。那你只要找他开刀，把电价一调整以后，他一定找所有的消费者开刀。这样子衍生下来的话，那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。上总呼吁台电重新思考能源的分配，才当避免热能甲天然气大大影响台电发电的成本。因为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是真大，加上基本工资阁起4%，若不离这个时阵电池阁起，恐惊物价都阁爱起一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